Hello，大家好，好耐冇見，我係林進普。做完療程大約有2個月啦，咁而家都睇嘢非常之清楚，咁亦都唔使再擔心呢個隱形眼鏡同埋眼鏡會起霧嘅問題。其實由換完衫啦，再慢慢行入療程室，成個過程都有啲擔心嘅，都有啲驚嘅，因為好耐都冇做過療程啦。上次做療程都好細個，但係醫生會同我講解每一個過程啦，去到鋪好專業保護布，攞儀器固定我隻眼，有儀器嘅聲音，將專業儀器擺落隻眼嗰度。其實大概都係每隻眼10至15分鐘就已經搞掂啦，大概整個過程半個鐘就搞掂咗。療程之後啦，打開個紗布啦，咁其實都蒙蒙地嘅，但係過咗一陣咧，其實已經到大概7-8成視力。咁其實之後都冇乜痛嘅感覺。做完療程之後啦，對我最大嘅幫助就係可能落水嘅時候或者教緊嘅時候睇風或者睇浪嘅更加清楚啦。因為有時候我之前戴隱形眼鏡狀態唔好嘅時候會蒙或者會好揞眼啊，咁所以其實成件事都順暢咗好多啦，咁就減少咗好多煩惱。咁我諗翻起之前我冇佩戴任何度數太陽眼鏡落水啦，比緊賽嘅時候望啲浮標都係唔係好清楚啦，所以都會對比賽嘅成績有影響啦。咁去到做完 ICL 啦，咁其實對我睇風睇浪睇任何嘅嘢嘅時候都好清楚啦，咁所以亦都會增加個準確性，亦都係幫助到我喺呢一方面嘅運動。最後想多謝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令我睇得更加清楚，同埋令我更加注意自己嘅身體健康。